喺香港真係好難揾到一個咁寧靜同綠化率咁高嘅居住環境㗎。咁唔好話住喺半山區啊，喺香港你諗都唔敢諗啊！觀嶺呢度咧，唔單止係一個半山樓盤，前面仲有咁大嘅無敵高爾夫球景觀，仲背靠住成個山脈同埋綠色生態水庫，仲要係喺城市嘅核心位置。喺香港你點揾啊？本來買呢度咧係諗住嚟度舊屋嘅，點知住落咗之後，幾唔捨得走啊！係啊，中山呢度無論語言啦、飲食文化啦同埋風俗咧，其實都好似香港噶。唔怪得知咁多香港嘅明星都過嚟中山買樓，甚至長住啦。近年嚟大灣區嘅發展，加上深中通道嘅開通，為中山嘅經濟帶來好大嘅活力。好似早期嘅香港，好適合成為港人嘅第二個家園。係啊，而家咧中山去香港咧已經有好多直通巴士㗎，半個鐘頭就有一班。深中通道開咗之後咧，中山坐巴士去香港咧最快個半鐘頭就已經到㗎啦。又或者可以選擇咧去中山港嗰度坐船返香港，碼頭嚟觀嶺呢度都好近好方便嘅。淨係俾100幾十萬啊，就可以喺呢度買到咧我哋香港嘅1000尺豪宅啦，點會唔心動啊？仲係精裝交付，現樓現貨，買得好放心啊！我咧聽好多姊妹講啊，觀嶺嘅物業咧一早已經係中山咧好出名㗎啦。我覺得咧樓嘅質素固然重要啦，但係物業管理嘅服務咧其實都係好重要㗎。未來嘅中山咧真係有好大嘅發展商機啊！我都相信我哋嘅選擇。